你以為冇寫遺囑只係一個好小嘅問題？陳先生打拼一生，有屋，有鋪頭，有生意。佢同佢嘅2個仔講，呢間屋一定要留喺屋企人嘅手上，但佢冇寫遺囑。當佢突然離世，所有資產即刻被凍結，銀行戶口拎唔到錢，物業凍到，2個仔要上法庭，要等大約1到2年時間，冇收入，但開支繼續。佢哋開始爭執，唔再講話，間屋賣咗俾陌生人，全部只因為冇一份遺囑。如果佢早啲規劃，幾個月內就可以處理好。遺囑從來唔係為咗你自己，佢係為咗你離開咗之後，你最愛嘅人。先安排再安心。我係 Jenny， 我係你嘅家庭同埋商業繼承顧問。